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月3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7篇第1节到第17节，路得记第2章第1节到第16节，雅各书第5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富有，或是我们说富足。说到富有，现代人在谈富有，已经不限于在讲财富或金钱上的富有，我们同时也谈到心理的富有，也谈到权力或是权柄的富有等等。其实富有不是问题，富有也几乎是人人都想追求的一个目标。但是圣经里面对于富有的人却有一些批评，为什么呢？基督信仰并不反富，就是反对富有。当然圣经里面批评的不是针对所有的富有的人，而是那些为富不仁的人。大卫曾经被责备是一个为富不仁的国王，在撒母耳记下卷第12章第1节到第8节，拿单以一位富有的人与一个只有一只小羊的贫穷的人作为故事，用来指责大卫自己不但是权力富有，国家富有，嫔妃也一大堆，却因为好色而去抢夺手下将军的妻子。圣经的记载，大卫听了，对那有钱人非常的生气，说：我对永生的上主发誓，做这种事的人该死。他做出这样的残忍的事情，必须偿还他所夺去的4倍。拿单对大卫说：你就是那人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：我立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。我把扫罗的国和他的挥兵都给了你，使你做王，统治以色列和犹大。如果这还不够的话，我还会加倍的赐给你。你为什么违背我的命令？为什么做了这种可憎恨的事？你使乌利亚死在战场，你借亚门人的刀杀死他，然后夺去他的妻子。你这样违背我，抢了乌利亚的妻子，你的家将永远逃不了刀剑。我要叫自己家里的人起来作乱攻击你。你看见我把你的妃嫔都给靠近你的男人，这个人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跟他们睡觉。你在暗中犯罪，我却要在光天化日之下使这事显露出来。我要让全以色列人都看见。我们接续之前我们谈到的路得记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唯美的爱情故事发展的起头。这个缘由就是我们在昨天所提到波阿斯他的爱心。他不但对家里的仆人友善，他也对于孤儿寡妇有爱。波阿斯吩咐家仆要给这些穷困的人捡拾所遗漏下来的麦穗，并且不要阻止他们。
在后来，波阿斯也看到了路德，他非常好奇，可能是因为他年轻，而且是外邦人，他的长相又是新来的，可能也长得不错。波阿斯就问了领班，她是谁家的女孩子？领班就回复波阿斯说，她就是那跟拿俄美从摩亚回来的那个外国女子。她要求我让她在工人后头捡拾麦穗。她一大早就开始工作，现在才刚停下来，将在凉棚下休息。波阿斯在了解了路德的整个的背景之后，就去对路德说，圣经的记载，波阿斯就对路德这样讲，听我说，小姑娘，你不用到别人的田里去捡拾麦穗，就留在这里跟女工一起，看男工到哪里收割，你就跟着女工捡拾。我已经吩咐我的男工不可欺负你，你渴了就到水罐那里喝他们打来的水。波阿斯这样子吩咐之后，路德就向波阿斯下拜，伏在地上说，你为什么待我这么好，这么关心我这个外国人？波阿斯说，你丈夫死后，你对婆婆的种种孝行我都听见了。我知道你怎样离开了父母和自己的乡土，怎样的来住在一个陌生的民族中。愿上主照你所做的报答你，愿以色列的上帝，你所投靠的上主，厚厚的赏赐你。路德回答，先生，你对我真好，虽然我连做你婢女的份也不配，你还用这样的亲切的话安慰我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波阿斯就对路德说，来，吃一点麦饼，浇着醋吃。路德就跟工人坐在一起，波阿斯递给他一些烤好的麦穗，他吃饱了，还有剩下。他走开又去捡拾麦穗的时候，波阿斯吩咐他的工人，让他随意捡，就算从堆着的禾捆中去捡拾，也不可为难他。甚至从扎好的禾捆中抽些出来，让他捡，不可责备他。在整个故事的记载里面，我们看到了一位与大卫王犯罪的时候完全相反的富有。波阿斯不但在财富上富有，他也在心理上更是富有的。我们看到他愿意遵行上帝的诫命来爱软弱的人，来分享他所拥有的财富。他反而交代那些权柄富有的仆人，不可像其他的农田仆人主人一样仗势欺负他们，就是那一些软弱贫穷的人们。雅各警告有钱的人，因为在当时有钱的人们可能大多数都为富不仁。
雅各针对那些为富不仁的有钱人这样说道：那么，你们有钱的人，请听我说，你们要为那就要临到的灾难痛哭哀嚎。你们的财富丧失了，衣裳给虫蛀了，你们的金银都生锈了，这锈要作为控告你们的证据，又像火一样吞灭你们的身体。在这世界的末期，你们只知道积蓄财物，你们巴谢田里替你们做工的工人，扣克他们的工钱。他们在控诉你们呢。那些收割工人喊冤的声音，已经进到了主万军统帅的耳朵了。你们在世上奢侈享乐，把自己养胖了，等待着屠宰的日子。你们定无罪无辜者的罪，杀害了他们，他们并没有抵抗。上帝将丰盛的福气赐给了我们，是为了让我们心里富足，乐意分享，也愿意帮助人、爱人。上帝因此而呼召了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他的仆人。但愿我们都成为富足的人。今天的经文诗篇37篇第1节到第17节，篇幅比较长，请弟兄姊妹自己来研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感谢上帝保守赐福我们，让我们在生活上不至于缺乏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无论在经济上是否富足，都让我们保有一个富有的心，愿意分享主你的爱和财富，使人因我们而得益处。祷告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